副總統蕭美琴登來到台南參加母校南大附小130周年校慶活動，受到全校師生熱情歡迎。上台就比一個大愛心手勢，看到台下學生戴柑仔色的帽仔，就受到細漢時陣的回憶。以前副總統小時候其實不是一個很乖的學生，有一點調皮，有時候老師講的，我還會跟他吵一吵，那甚至是偶爾還跟同學惡作劇。那有一次呢，我們小朋友都要打預防針，因為我很害怕打針，所以我就跑給老師追，就最後老師還是跑得比我快，把我抓到。全體師生聽甲笑嗨嗨，蕭美琴嘛勉勵學生快樂成長，甲聖火交到學生的手頭，象徵聖火相傳。祝小生日快樂！南大附小上早創建佇咧台灣小學孔廟，是台灣現代化教育啟動的年代，校舍號名嘛真有意義。有黎明樓，有朝陽樓，有旭日樓。我發現這些校舍的名稱都什麼？都跟太陽有關，好像這所學校就注定了怎麼樣？它要栽培很多很多的小太陽。經過3個世紀，學校秉持着教育使命，持續培育人才，開創後一個8棟禮亭比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